阿姨，你平時日日都呢個時間開門㗎？一時早少少，一時晏少少，等你3點鐘走咗人嘅。賣晒收工。今日要付費都有。脆骨2寸，腸。大腸、細腸、三腸。細腸1寸。係兩隻大腸1寸，三腸1寸啊嘛。我食唔啲喎，大腸。好。哇！呢個牛筋啊？牛筋。聽着剪刀的聲音很治愈。都係3蚊4蚊1寸，菜腸仔呢啲就2蚊，通菜4蚊。就開在這條巷子裡面，據說這裡是全番禺最老的樓。哇，開檔啦！平時都要排長隊，還好我們今天來得早，連告示牌都有月韻風華，是真的很老廣了。一定要試試土豆，吸滿了湯汁，真的好好吃。3個調料自助加，推薦這個酸甜醬，是外面吃不到的味道。哇，泡椒睇起身都好正，整少少，香辣醬都嚟少少。OK， 一個混醬搞掂。係啦，整翻杯竹蔗茅根水放下火。哇，呢個我真正啊！